乡亲啊，继续来看南投上岭地艺文化协会甲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联合来推出着地乡的体验，要来行销在地地文化。来到民间乡，除了啉一个好茶，阁有啥物趣味体验？上岭地艺文化协会和三山国家风景管理处举办3场地乡体验营，邀请民众走入地文化世界。来到种地米所在，会当家己免地米，可以当学传统做地工艺，让大家走入民间，一点点的能力能改变，让我们的茶乡能推广出去。尤其这里有一个我们这个茶叶的文化主题馆，那游客来这边呢，不仅可以喝到最好的茶，可以了解我们茶叶的一个制作的文化。上岭地艺文化协会嘛特别送奖励金，鼓励囡仔出国参加比赛，会当得冠军、摕金牌。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